我覺得 robotic surgery 可以幫到好多唔同嘅嘢啦。咁特別係 surgical precision 啦，同埋就係 manoeuvring 啊，喺呢個病人身體入邊嘅操作啊，都一定係比 open surgery 或者 laparoscopic surgery 係有啲好處嘅。我覺得機械人手術可以幫到好多啲盆腔嘅手術啦，好似啲結直腸或者泌尿科嗰啲器官咧，因為都喺盆腔好深裏邊。咁啊喺一啲盆腔手術嚟講，更加個作用係好大嘅。咁啊術後個康復，如果個創傷細啲，咁啊個痛又會少啲，咁病人容易出院啲啦，康復亦都會康復得相對快啲咯。科技發展一日千里，我哋緊貼時代步伐，積極探索同埋應用 robotics， 融入手術流程，提升治療嘅成效。例如頭頸外科，早喺2010年就完成全球首個以自動機械人輔助嘅前哨淋巴結鼻咽切除手術。乳腺外科喺2019年全港首次引入機械，為病人無創完成乳腺腫瘤手術，唔會留低明顯嘅疤痕，改善手術後外觀同加快康復，造福病人。人心傳承，共創未來。人心傳承，共創未來。